对5月17日立法院审查国会一款法案，下晡开始有民众去立法院外口抗议。煞来5月21、5月24，抗议的民众是愈来愈多，嘛全台湾大产热闹，每一个县市拢有抗议的行动。今仔立法院上新的情形，咱连线互人伫现场的台语台记者尚如甲准优。 国会状况的过程是主播，今仔日立法院要搁继续来审查国会改革的相关法案哦，有超过50个民间团体哦，今仔日继续招民众站出来抗议立法院无遵照民主程序，就要来表决通过相关法案，甚至是三读哦。所以今仔日差不多伫咧下晡的时间，已经有超过5000人来到立法院外口参与5月28的青鸟行动。另外一个小党虽然伫立法院无摕到释出，不过因嘛拢真关心即届的法案，包括绿党、基进党、时代力量等等哦。今仔日拢出面来呼吁立法院，伫咧法案也未三读进程，应该爱赶紧提登去委员会达到审查讨论。也若基进党是认为民众若无想要一再行上街路，就要彻底解决第二政治背后的中国因素。咱来听拄则因的讲法。 这次的国会在短短40几天内，就连讨论都不讨论，送到院会直接强行表决，极有可能在今天就通过2、3读。所以我要在此特别来呼吁，台湾民众党的柯文哲主席，还有国民党的朱立伦主席，应该要悬崖勒马，赶快下车。正本清源之道就是必须要有其他忠于台湾的政党。 扮演在野监督的位置，这样子台湾的民主才能够巩固。不论国会再怎么吵闹，再怎么辩论，我们都不用担心背后有中国的因素。事实上，今仔日的青鸟行动，毋但伫立法院，各地串联的行动比顶礼拜5月24也搁较多哦。除了台北，今仔日搁有13个县市共同参与，甚至伫偏湖嘛有串联行动。也若目前伫济南路的主舞台，也搁有青岛东路的第2舞台，拢已经有真侪人咯。另外咧，伫咧现场协助物资发放的济南教会嘛表示讲哦，目前现场食的饮卖拢已经真有够啊，所以嘛请民众唔通搁上来咯。以上是记者卢尚如、郑准。 由伫立法院的报道，再来咱甲镜头交互主播。